我了个娘哎！赶紧溜，赶紧溜！哦，不好，前面有一群僵尸袭来，我该怎么办？美味的食物，美味的食物，我来啦！哼，想抓老子没那么容易，看我诱惑蘑菇上场吧！别停手，继续干！牛掰！哈哈，老子英姿不减当年。前面什么鬼？我勒个操！一群娘娘的家伙！变态！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！大哥啊，对不起，你个蠢货家伙！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人？好可怕！渺小的地球，接受我的掌控吧。